大家好，我是丹津丹达。这一集我们要来学一记达赖喇嘛尊者时常引用、口传，以及他每一天都如此祈祷念诵的祈愿文，也是他非常喜欢的祈愿文之一。我们一起来听达赖喇嘛尊者念诵。这个吃什么样呀？吃住啥子这干的吃不热的，那早的抢救什么什么大的个，是抢救什么什么大呢？其实哪个呢？吧，从早其实呢就把第四当然呢就呢，主要东个少少生呢，哪个马赛个跑了，那吃着都趁这个里啊，杀伤用全部到哪个程度打过来，甚至包括买吧也那么热水些样烧啥的，那打过来什么人就这个样的，什么手这个样的，其实哪个呢？吧，从早其实呢就第四当然呢就能。This is my favorite prayer. Daily I pray this. That gives me inner strength. So enthusiasm to serve sentient being, humanity on this one. As long as space remains, and as long as sentient beings remain, until then may I too remain and help dispel the misery of the world. Thank you. 第一句，几西南卡内巴当，几西就是直至乃至的意思，南卡是虚空，内巴就是在安住，当是和语。几西南卡内巴当。第二句，卓瓦几西内古巴。卓瓦这个词如果当成名词是有情众生的意思，那它如果当成动词要念卓瓦，就是行走去往来的意思。几西是乃至直至，内是安住，古巴是成为的过去式，已经成为的意思。卓瓦几西内古巴。第三句，得西达尼内古内，得西就是到什么什么时候为止，所以得西通常前面会有几西，几西得西指的就是直至什么什么时候为止的意思。达是我，你它没有特别的意思，就是一个语助词，有一点类似我们中文的呢。达你就是我呢，内是安住，古是成为，内是然后而后的意思。得西达你内古内。第四句，作为杜耶塞瓦shock。卓瓦刚才讲过的是有情众生，以呢是的，杜耶是苦痛苦，塞瓦是消除泯除，这个然呢是一个格位词， shock 是来，那这边呢是当作愿祈愿的意思。卓为杜耶塞瓦shock，几西南卡内巴当，卓瓦几西内古巴。得西达尼内古内，作为杜耶塞瓦shock。好，我们跟着达赖喇嘛尊者的口传再来复习。其实哪个内巴当，早就是内古巴，第四当的内古呢，主要杜耶塞瓦shock。好呀，大人，先读些。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集见。这是德勒。